致敬護國神山台積電新動力 ETSMC 理念，打造超級充電站，就選擇了府城商業發展的重要起點來設站，向前為台南出發，逐步擴大服務版圖。現場貴賓，讓我們共同掌聲見證我們的啟動儀式。他們已經慢慢的從所謂的綠能產業走進了服務產業，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平台的跨界哈，所以我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服務體系能夠讓台南市的每一個角落，尤其開電動車的人上歡樂，外電動車會當去到充電，他都要尋找下一站，所以我相信我們的布點如果更加綿密，除了我們公務系統在公務停車的空間以外，其實民間如果也能夠加入這樣的一個系統裡面，能夠讓我們開電動車的所有消費者其實會更加安心。新動力科技董事長陳英仁表示，400棟前的府城就是台南商業發展的重要起點，因此選擇為台南出發，未來將持續擴展到各行政區，並增加多個服務項目，滿足民眾充電和生活消費需求。其實400年前的府城就是從這邊開始商業的密集的發跡，那我們也有信心，再從這邊北區花園站開始，那擴點到安南區歸仁高鐵、永康、新營，還有南區灣裡。那我們也不只是滿足所有電動車車主的行車充電的這個里程以外，我們也在擴大其他的一些服務面，包括我們的軟體可以做一個機場接送，這個包括這個 EMS 電力的控制，還有點數交換，我們會充分的滿足到所有民眾的這個生活的消費體驗。除了北區回恆站，新動力後續也將投入8000萬，陸續建置歸仁高鐵站、永康文化站、安南安吉站以及南區灣里站，擴大台南充電服務網絡，也展現打造新護國神山的企圖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